那這個永康的正式轉運站其實就要解決這個國道客運長期下交流道之後在永康地區停靠的問題。我們知道早期在沿航地區因為沒有適當的路外場站的這個空間，所以它都只能路邊停靠。所以我們在這個前幾年就先解決了這個路邊停靠造成交通安全的問題，我們設置了臨時的轉運站。那同時也開始建設新的正式的轉運站。那這個轉運站總經費是5300萬，那也感謝中央交通部的支持，補助了4500萬。這個轉運站內有8個席次的月台。那除了國道客運的停靠之外，我們也特別預留了2席，讓市區公車來停靠。周邊的這個汽機車的停車空間也相當的充足哈。经過這個試營這段時間，我們在路邊以及原來的臨時轉運站部分呢，對於汽車跟機車的這個停車空間都盡量的來滿足。那我想我們這個轉運站的這個正式營運呢，我想对于台南市上下交流道的第一站長途客運一定有非常好的這個服務的空間。那也歡迎市民朋友來多多利用。在車道上，我們才一進一出讓車輛可以比較順暢的一個通行。那室內空間也非常的寬廣那讓國道客運跟市公車來分流，再讓民眾呢可以有一個舒適的一個候車空間這樣子。我們謝謝台南市政府來規劃設置這個這麼完善的一個轉運站。那實際上設置之後呢，對我們的市民朋友呢搭乘真的是很方便對我們這個運量來講是會有一個提升的。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啟用。我們找一個好的地方，讓等車的民眾、通勤的民眾能夠有比較舒適的環境來做轉運，這是刻不容緩。那經過2年多的努力，把這個很漂亮、而且很舒適、而且很安全的永康轉運站終於建設完成了。希望它擔負起讓市民行的安全、行的舒適、乘坐大這種運輸工具的一個好的經驗。希望它的啟用能夠帶來交通改善的另外一個契機。大家好，我是楊秀懷，歡迎收看1月5號禮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對2018年寶可夢選到台南都會公園做專屬活動召集以後，2026全球大型活動卡洛斯嘛將再度來台。在舊曆年期間，2月20到2月3天活動，民眾除了會當在咧活動主會場看到3大主題，另外還閣頭擺規劃夜間超級之夜，讓民眾日頭暗時攏會當體驗遊戲的趣味。對2018年遊戲開發公司寶可夢選擇台南都會公園作為專屬的活動場域以後，2026全球大型的活動卡洛斯台南將再度登來了。5號下午由市府觀光旅遊局甲着遊戲開發公司共同來召開活動宣傳的記者會，將要在每年的農曆年期間，公曆2月20到2日，在台南都會公園來登場。今年的活動除了會用看到3大主題起色地，另外還閣首次規劃了夜間超級之夜，要讓民眾對日時到暗暝攏會用體驗遊戲的趣味。我們這個超值之夜，是我們第一次做的夜間活動，我們也是首推的一個活動。那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不但是延長時間而已，它是一個全新的面貌給到玩家，然後玩家可以在晚上的時候延續早上的一個 gameplay 到晚上，而且是一個全新的面貌。2026年 Pokémon Go Tour 在台南，所以說非常歡迎大家在2月20號到2月22號3天的時間來到台南。其實過年時間大家都喜歡到處吃吃喝喝逛逛買買，但是來台南 CP 值最高，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寶可夢全世界唯2的這個Go Tour 活動就在台南，不僅白天有活動，晚上有活動，而且非常非常的適合哦。大家知道，在全世界只有2個城市，一個是美國的洛杉磯 LA， 另外一個就是台灣的台南，也是亞洲唯一、全台唯一，所以歡迎大家一起來哦。市府觀光旅遊局長林國華嘛表示，
這屆活動除了會用在都會公園看到中央的村莊、海岸研究所、甲啲山脈地帶以外，夜間還有燈光甲啲聲景，歡迎全國的民眾甚至外國的觀光客到台南來旅遊。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台南和順青樹宮5號佇中央隆重的道教儀式當中舉行石壇徛燈果的動土大典，祈求一切平安順利。同時嘛宣布這顆重要的樂天大石，嘛是為期50天，台灣唯一第一大石正式起步。位於阿蘭區新和順主要服侍清水二祖師的青樹宮建廟無到20天，不過已經奉神明指示辦過2擺大型石典。今年對1月5號開始的樂天大石，更是台灣道教上懸規格石典之一。5號選定兩城節日佇廟前石壇動土大典，其中有一天嘛專程來參香祈求。同時邀請民政局、阿蘭區公所、地方里長甲建設委員會等17位功德主共同參與祭拜，場面莊嚴隆重，為期50天的石典加開序幕。這個樂天大石會當保庇台南風調雨順，咱國家國泰民安。百姓攏平安和樂。因為過去一冬，咱一開年的時陣，就是發生這個南西地震，個丹那斯風災，這個天然災害攏過去，咱希望講百姓會當平安。全國以3600尊的神尊要來共同來參與感謝這個聖事，歡迎全國這信眾是宮廟會當來共同。來參與這聖事。隨後一家人嘛進行採19基燈果的石典，廟方表示後續石典期間有淨壇安坐、開香、建醮起鼓，以及4月22到24的祈安示警、5月2號平安福宴等重要的科儀。到時除了來自全國各傑出道教公關感謝，嘛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的信眾專程來參香，成為阿蘭區城市行銷的重要一環。台灣阿蘭區嘛會當借着這個建醮，互阿蘭區咱的這個城市行銷呢，會當更加得到我們更好的行銷效果啦吼。這擺石典將依照古禮，並使用明朝的官服進行儀式，並不是傳統的清朝官服。廟方邀請民眾把機會來點燈祈福，因為每一天所行的科儀攏無同款，內容相當豐富，歡迎大家來欣賞難得一見的樂天大石盛況。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台南市歸仁獅子會關會活動1月11將在國立新豐高中登場，為着擴大宣傳，號召更濟熱血民眾參與，5號召開記者會，邀請大家做伙來關會做公益。獅子有愛，捐血有情，天氣寒，民眾減出門，所以每到冬天，關會中心欠貨情形就特別嚴重，有幾時就被搶救會員。歸仁獅子會1月11日在新豐高中舉辦“獅子有愛，捐血有情”公益關會活動，當天會有4台關會車提供民眾關會。難得是歸仁獅子會到今年已經是連續22天，結合企業界、機關團體，每年配合台南關會中心擴大舉辦關會活動，又請熱心民眾發揮愛心，踴躍關會救人。我們歸仁獅子會在捐血這個方面已經連續22年，然後我們每一年都是在1月份都會在我們這裡國立的新豐高中舉辦。那想要麻煩大家我們的贈品跟伴手禮都很豐富，然後希望大家能夠踴躍參與。天氣會越來越冷很感謝我們歸仁獅子會特別辦理這樣子的一個熱滾滾的捐血活動很期待大家在元月11號。可以呢，捲起你的袖子把你的熱騰騰的熱血來這個是共襄盛舉讓我們整個社會可以往
共善的一個社會一直不斷的推進。除了關會做公益，桂林賽事會也準備了關廟面頂伴手禮送給關會人，還有專人禮券、電風、獎品豐富，歡迎大家1月11日做伙來新豐高中關烈會提好禮。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連續早一檔由台灣省會計師公會甲立委王定宇合辦的年終贈禮活動，5號佇仁德中州老人共餐據點舉行，現場也閣邀請南關線甲東區總共12個里甲發展協會共同參與，場面相當溫馨。透過立委王定宇的媒合，社團法人台灣省會計師公會上午佇個理事長蔡家良的帶領，包括工會副理事長、台南區的主委以及儕位的會計師，實地來到仁德中州社區發展協會的共餐據點，實地了解工會所關心白米的使用。每一年其實原來都辦在服務處，我今年特別選擇米在哪裡使用，我們在哪裡開記者會，讓贈與的人，讓上米的人知道他的米不只是一個米，不只是一個物資，它是一個老人的一頓飯，它是一個家庭的一餐飯，讓我們會計師的愛心跟現場結合起來哈。那我們受贈單位這幾位里長、理事長，我們要大大表揚他們也是20年來從未間斷，把社區里內的長者動最家己的時段來友好來照顧哈。我們百米捐贈、寒冬送暖哈是我們的特色，我們跟其他舞獅不同，我們每一年固定要做。那怎麼樣把米送到需要的人手上，就需要跟優質立委合作，因為因知影講到底哪裡有需求，哪裡需要溫暖。那我們這忙碌之餘的話，我們其實很有愛心。活動不是只有捐米，我們有6師的捐血，就在下個禮拜。那我們有送愛到偏鄉，送愛到東北角。上禮拜我們去花蓮光復。那希望社會上能感受到會計師界的溫暖的愛。那這是我們一點小小的舉動，希望拋磚引玉啦。因為說真的，陽光普照大地，可是還是有角落沒有人照顧到。那政府的力量有限，需要民間一起來協助。所以我們希望跟委員能夠一起協力，為社會付出一些，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看到中州社區共餐據點的志家媽媽，每一個人無用家己的工課，炒菜的炒菜，蒸卵的蒸卵，大部分攏是負責底飯加較菜。每天準備69份的便當。中州里長葉清林，甲後甲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陳啟文，嘛代表受贈單位來感謝立委的媒合，甲會計師公會拋磚引玉。阮的心態甲咱所有這夥伴同款，咱這理事長、里長攏同款。其實呢，咱就是希望講，咱逐個地方的長輩，因為少年人攏出外，咱照顧伊會着，咱就是盡量所以講，你來看。你在阮內底廚房的主公媽媽，我咱攏是差不多在70、80歲，我咱攏長輩照顧長輩啦但是有大家的愛心啦。我在這邊代表不是我們後甲社區而已，我想我今天既然是東區的代表，我應該是代表東區所有的社區，能夠受到這樣子的一個饋贈，那麼讓我們社區的長輩們那麼其實我自己也是行列之一了啦但是呢，真的是感受非常的深因為我們大家都很多的里長跟理事長，其實也都是這個愛心，然後呢耐心，而且呢，在那個過程裡面呢，大家都是無怨無悔，一起來努力這樣子的一個善事立委王定宇表示，會計師公會長期關米的善舉，到今年已經持續11檔，今年總共捐贈1200包，每包2公斤的白米。總數有2400公斤，要予台南市的東區、北區、甲南關線，總共12個老人共餐的據點。台南新聞林盈根採訪報道。台灣四大武廟台南古都文化歌仔燈彩畫展覽將在2月13暗時啟動，分做4大主題，呈現古蹟、市街、節慶甲傳統慶典，展示台南台灣文化，同時以武聖關公精神為創作核心。除了歌仔燈展覽，2月16到22嘛將舉辦為期7天的祈福活動，開放2橋腳求平安。
這一次由古蹟的學校搭配古蹟的廟宇來進行台南市歷史文化古都的一個燈籠的創作。那這一次的燈籠呢，我們小朋友呢總共將近全台南市創作了將近1000顆左右的燈籠，讓廟宇的燈籠將近1000顆的燈籠能夠在武廟包含咱的廟宇內跟咱的廟埕，還有咱外面的紅牆都能夠就是能夠展示我們小朋友辛辛苦苦的一些創作的一些作品。今年的燈會是2月13號啟燈儀式，晚上啟燈儀式開始，到隔天2月14號開始，到我們的元宵節為止。這個時間，我們非常感謝我們歷年國小校長跟我們安排這個燈會的會，它有分高年級、中年級、低年級。我叫做莊雅竹，我今年燈籠的主題是媽祖。我會拿媽祖當主題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媽祖很厲害。大家好，我是雷寶妍，我畫的燈籠主題是默娘守城燈籠童趣。那這一次的作品，我覺得比第一次更精彩，然後主題更豐富、更多元。那大部分孩子大概都是以歷史文化故事，因為台南是古蹟很多嘛，那孩子以古蹟為主題的很多，然後還有包括節慶，還有一些特殊的文化，孩子都把它畫在燈籠裡。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百里栽，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台南購物節1月份頭一場主題活動在南紡熱烈登場，以傳統市場年菜推廣為主題，結合市集展售甲互動活動，提前體具了春節暖心。市長黃偉綽親自到場推薦，也閣宣布訂了消費金額已經突破50億，經他價到公有市場消費會當抽2萬塊的加菜金。台南市場厝的吉祥物菜市仔甲夜市仔再來精彩表演，替台南購物節1月份頭一場主題活動揭開序幕。雞湯啦、龍虎斑啦，才一組才4200，你現在根本買不到了，而且還負責幫你宅配到家呢。過了春節就要來到，特別以推廣傳統市場年菜為主題，由市長黃偉綽親自推薦來自仁德文華市場的年菜組合，以及多間飯店業者精心推出的特色年菜，邀請市民朋友加澎湃充滿人情味的年菜好味，自蓋炸登去。跟各位宣布，我們的登錄金額已經實打實的1比1比的加起來，已經超過50億了。那表示很多好朋友都來響應我們，因為我們只要50塊錢就能夠有1筆號碼，所以說表示我們已經有1億組號碼。因此，市長要再加一些市長獎吼。市府持續透過台南購物節整合市場相關甲大型活動，帶動整體消費動力，訂立消費金額已經突破50億，甲去年相比成長4成。黃偉綽宣布，佮他價1月29抽2萬塊加菜金。今年登錄的活動比去年還要熱絡哈。那當然除了這個很豐盛的這個100萬名車，還有這個80萬周送哈，還有我們月抽哈。活動地點選在咧南紡購物中心廣場，還佫有熱烈的市集甲市場人氣攤商，讓民眾一解輕鬆完成過年採購。經發局提醒，佇活動期間消費，同時完成發票登錄，就有機會抽到豐富大獎。台南新聞社會陳宏報道。政府有家佇民國116年全面禁止用噴飼豬的政策，收容人數超過1000人的台南第2公約，對114年10月份全面實施豬魚分類以及減量計劃。
透過標準化作業流程甲管理創新，成功甲每一工平均700公斤的糞降到零除魚，毋那節省處理費用，更有效延長焚化爐使用壽命，成為推動環保政策的典範。先進來，要出去嘛？層層關卡，氣氛森嚴。不同於一般的參訪機構，環保局人員這次來到台南第二監獄進行實地參訪，而原來是因為南二監在廚餘管理上展現了極高的執行力，不僅從源頭精準調整食米量，更運用科技化廚餘機將廚餘轉化為有機肥，每日的廚餘量從原本7大桶大幅降至3桶左右，減量成效卓越。因為今年行政院有頒布說116年，要全面禁止廚餘餵豬。那因為本監是收容超過1000人以上的單位，那相對性廚餘量是非常的龐大。第一線工廠在吃完飯之後，剩下的菜渣、瀝乾，還有果皮、骨頭的分類，還有白飯和湯汁的分類，我們給它做一個4個區分。這是第一個階段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那第二個階段，我們進到炊場之後，在炊場設計了一個脫水機，那將所有的水量去化大概90%，那再搭配我們現有的廚餘機，廚餘機的一個效能可以從500公斤，經過廚餘機的一個整備之後變成50公斤。那另外白飯乾燥的部分我們協調清潔隊做載運。參訪過程中，環保局團隊對於獄方落實白飯回收、菜渣乾濕分離等處理流程印象深刻。未來也希望將這套流程推廣到台南各機關、學校，一起為廚餘歸零做努力。第二監獄呢，在非洲豬瘟疫情爆發後呢，他們對於廚餘的處理跟減量做了非常大的努力。那其實我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們在前端其實就會因為它的廚餘量太多了，去調整它所烹煮的食物的量，那確實可以在源頭就減少廚餘。那另外後端的處理脫水的部分呢，其實也對我們的焚化爐後端的處理是有非常大的幫助。那我們希望呢，就是未來我們會推廣到我們台南市呢的監獄啊，或是機關學校，或是甚至是軍營部隊，那我們可以一起呢為我們這個廚餘的處理呢來做努力。台南第二監獄廚餘減量去化，從源頭做起，以科學化調整餐飯量，不只減少浪費以外，在後續廚餘處理也進行擠壓、脫水等多個步驟，可將廚餘減量至90%左右。最後還將廚餘轉化為有機肥，成功落實廢棄物資源化的目標，成為政府機關推動環保政策的優良典範。台南新聞張碩維採訪報道。邁入第9檔的盲人環台為公益而跑，今年對台北開始，將以16天時間，設22個縣市，有計募集3萬份愛心年菜。第7天因來到台南，氣溫只有14、15度，市長黃偉哲嘛親自到車站，替這群勇者加油打氣，感謝因在咧新的一檔發揮愛心，幫助到世。邁入第9年的盲人環島為公益而跑，第7天將從台南繼續往南。雖然2號一早只有14、15度，不過這群跑者不怕冷，要跑出愛心，幫助弱勢。市長黃偉哲在市府社會局和國際扶輪3470地區的社友陪同，7點半準時鳴槍正式起跑，預計在台南展開2天1夜的行動。我就跑到台南哦，這個很厲害的，希望大家都跑出希望，跑出健康。用短短16天環台，不只展現彼此扶持的精神，也讓社會大眾看見身心障礙者堅強的生命韌性。2號下午，他們在許多扶輪社友的共同串聯和支持，來到永華市政中心2樓廣場。對這群跑者來說，他們看不見前面的路，卻每一年堅定往需要幫助的地方來跑。
其中難得的是，也有來自日本78歲的視障朋友來共同參加。另外，台灣首位環島的視障跑者吳春成，8年前就完成670公里的壯舉，今年在扶輪社長陪跑再次參加。這麼多的好朋友來陪我們，我在此僅代表視障朋友，向這一些愛心的朋友以及長官，謝謝你們，謝謝。視障陪跑，我們幫視障朋友的是馬路跟道路，可是視障朋友幫我們的是心路跟絲路，有沒有很棒？盲人路跑結合政府和民間的力量來支持在地社會福利單位募集年菜，也讓公益成為過年前有需要的家庭最實際的幫助。要帶更多的人，讓這個世界一點都不悲傷。我們希望運動平權，所有不管你是弱勢的，不管你是智障的，你都有這個機會來運動。更可貴的是，他們透過自己運動，還能幫助其他弱勢團隊。該行動選擇台南作為重要的停靠城市，相信也是對台南長期推動身心障礙者福利和政策的肯定。記者郭文吉台南報道。感謝你收看1月5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楊春懷，咱再會。1號選手出場，信心十足。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2號選手考場練習，看起來有些緊張。是過關了嗎？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代考區2人組第3次報考。這次如果真沒有考過，我就不要考了。我有辦法。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現在報名還有補助哦。阿媽你好，阮是來甲你送消防平安的，這是阮厝內24點鐘的保鏢。伫第一個時間，伊會當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講哦，隔壁有狀況發生。助警器有分偵煙室與定溫室，分別裝置於居家的不同環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預警防線，安裝完成按鍵測試，它將成為居家的守護者。安裝助警器，5增5保庇哦。哦，好帥哦！新車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哦，你不知道嗎？微型電動2輪車要懸掛牌照、投保強制險，還要你滿14歲，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麼啊？有這麼多規定哦？沒錯，微型電動2輪車需經審驗合格、領用及懸掛牌照，並投保強制險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車交通安全規則，不超速、不雙載、不酒駕、不擅自改裝，違反者將處最高5400元罰鍰哦。這麼嚴重啊！還不趕快去辦理？我馬上去。微型電動2輪車掛牌投保，滿14歲缺一不可。內政部警政署提醒您。投資型詐騙，你是否曾經在社群網站上看過一些關於輕鬆賺大錢的廣告？事實上，這類型的詐騙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為賣點，吸引被害人上當，並以不真實的小額獲利，逐漸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誘被害人開始大量投資。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資之後，隨即捲款而逃。千萬別上當啊！輕鬆致富多陷阱，腳踏實地最實在。你聽過指差確認嗎？交通部於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運輸業駕駛人應落實路口停讓行人，並要求大客車駕駛人於路口要執行指差確認。
另外，大貨車駕駛人也於113年8月擴大響應，轉彎暫停，安全再行運動。大型車輛入口應停讓，只差確認安全有保障。公務人員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權，做成行政處分，而民眾不服時，只能提起訴訟。行政訴訟調解新制，讓人民有其他選擇來解決紛爭。由外部專家擔任調解委員進行調解。